即个花莲的地档有一个伫个精英酒店实习的17岁高中生黄东岳。地档发生的同时，伊是坐接送车要去上班，结果是掉伫个九曲洞内底，互上落来石头撼到，双脚骨折。伊是互石头底一暝了后，才互救出来，到病院紧急来开刀，结果是人昏迷。家属昨暝接到病院宣布伊脑死的消息，真艰苦。家属讲，袂阁互黄东岳痛苦咯，因要互黄东岳好好来离开。规个会啊，同齐替囡仔庆祝生日。穿条纹衫就是精英酒店建构合作的高中生黄东岳，伊伫咧边啊笑甲甜蜜蜜，人嘛真温柔。即摆所拄着强震，却连落来石头骨头，即嘛还阁伫咧昏迷。我们去医院的时候看到他的时候，他是很害怕，他会不会出什么事？他会不会怎样？接下来会不会怎样？后续问题，他是有安慰到家人说。不用担心他会没有事情这样。好了以后需要救护车。倒伫咧细地巴士内底，两支脚袂顶袂通，眼神是真无助，两支脚嘛拢断断去。原本亲像英国共款坐酒店的接送车要去上班，拄着强震掉伫咧九曲洞，一讲一暝才互救出来。不过即马情形并不乐观。昨天晚上医生还有地方骨折吗？已经跟我们讲说，他现在目前已经是脑死的状态了。医生才跟我们说，他在救的过程中，他早就进入那个脑部缺氧的状态。伫前2个月内，黄东岳是真有效佮乐观，倒伫咧病床，搁爱处理的人莫烦恼，好哥哥是看到真甘佮伤心。所有的情绪先全部整理出来好了，就可以那个让弟弟就不要再那个继续受伤了，让他好好的那个离开。伫咧社群平台放跳舞影片，看起来真活泼。当时为了讨谈宣传引戏，利用建构合作到精英建设，所拄到地汤。如今才17岁起，伫咧将邱医生宣布脑死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了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